那我们上一堂课呢，主要是讲到了就是上次主要是讲到了第58页的，就是义线前的第二段的地方，那就是讲到了说，由置之不共真上缘义根所生，此处所说以离分别且不错乱的了知，是此处所说义线前的性相。所以就讲到说，义线前呢又分为此处所说的义线前和非此处所说的义线前。那这里呢，主要上堂课是解释完了，就是此处所说的义线前。那这边呢，接下来提到说呢，分类有五，就说到说此处所说的义线前呢，它又分为五种，那就是呢，从直射义线前呢到直处义线前。那这个道字里面呢，就包含了说直身的义线前、直香的义线前、直位的义线前，那一直到直处的义线前呢，这五种。那为什么这里要讲说五种此处所说的五种义线前呢？因为呢，我们之前是提到说有五种根线前，那透由这五种根线前呢所引发升起的五种义线前呢，那就是比方说透由这五种根线前之后，它会产生这五种义线前。但是呢，并不是说呢，只要是根线前的话呢，它就之后一定会引申出义线前，这是不一定的。那这边呢，就是讲到说，为什么会提到说此处所说呢？那此处所说呢，所说的就是讲到说，所知有二者，一眼即一根。那呃，认知有二项，一眼即二根，就提到说呢，这里所讲的认知呢，主要是讲到说这一些了知呢，它的所缘呢是设法的话呢，那透有了知这些外境设法呢，最主要呢就是依于眼还有意。那这边呢是直接讲到了眼，那这边讲的眼呢，就是提到说是眼根。那同样呢，就是讲到说，除了眼根之外呢，那像眼根就是可以了知到外设法的这一些，像后面的耳鼻舌身等等呢，那这些呢也是包含在里面的。所以它主要是讲到说呢，能够了知外设的呢，那除了就是前面所讲的五根之外呢，那还有意。那这边讲的就是意根，所以就透由这五根还有意根呢所产生的根线前还有意线前呢，它是可以圆到外境设法的。所以这边主要是讲呢，就是它的所缘呢，这边所认知呢是讲说它的所认知的呢是为设法，或者说它的所缘呢是设法呢，那可以透有什么了知呢？可以透有眼，就是直接讲到眼根，那带出了其他的四根，那还有意，就是还有意根，那就是说透有眼根所产生的。透有五根所产生的根知，那以及透有意根呢所产生的意知呢，是这边呢就是此处所说的根线前或者是意线前。那所以呢，我们可以了解到说呢，既然它的属人是设法的话呢，那像是他心通等六通呢，就没有在这边所说的此处所说里面。那在这里呢，我们已经讲完了，就是义线前，然后提到说呢，义线前呢，它又分为了此处所非此处所说的义线前，所以它的性相呢，还有分类都讲完了。那我们这边呢，就继续呢讲述一下，就是我们之前在讲根知的时候呢，或者说根线前的时候呢，有提到就是它的三元。那现在呢，我们也讲述就是义线前的三元。那以义线前，我们之前讲到说，像是直射的根线前呢，那它的所缘就提到说，升起直射根线前为具色相的主要直接能生者呢，就是直射根线前的所缘缘。那这边呢，义线前的所缘也是一样的，不过呢，我们把直射根线前呢改为说直射的义线前，就是能够升起直射义线前为具色相的主要直接能生者呢，它就是直射义线前的所缘缘。那我们在这里呢，就讲到说，那讲到说是直射义线前为具色相的主要直接能生者呢，是直射义线前的所缘缘的话呢，那直射义线前的所缘缘我们要放什么呢？就提到说呢，它是直射义线前的直接因的色，就是直射义线前它自己直接因的色。那我们是放什么呢？就提到说呢，比如说刚刚讲到说直射义线前呢。
异线前它是由前面的根线前呢所引发出来的，所以呢就提到说直射根线前的最后一刹那，那直射根线前最后一刹那，它的第二刹那呢就会产生了直射的异线前嘛，就是直射根线前的最后一刹那，直射根线前的最后一刹那，那它在结束之后呢就会产生直射的异线前，所以呢直射根线前最后一刹那呢，它的所缘缘的这个射呢，就是这里所讲到的直射异线前的所缘缘。再讲一次哦，直射根线前最后一刹那所缘的射，那这个射呢，就是直射异线前的所缘缘。那这个呢，最主要是出自于就是贾朝杰大师呢，他对于释量论的解释，就是明解脱道里面呢，就是有明确的讲到呢，就是根线前呢，它的最后一刹那，它的最后一刹那的所取义呢，那在克祖杰大师他所造的释量论的解释里面有提到呢，就是所取义呢，它本身和所缘缘二者呢是同义的，所以根线前它最后一刹那的所取义，也就是它的所缘缘的这个射呢，就会变成异线前它的所缘缘。接下来呢，就讲到说，就是直射异线前呢，它的不共真上缘是放什么呢？那同样的，我们之前在讲到说，直射根线前的不共真上缘呢，是提到说呢，它能够成为直射根线前能直射的主要直接能生。那这个呢，就是直射根线前的不共真上缘。那同样的呢，我们在讲直射异线前的时候呢，就提到说，它是直射根线前能够成为直射的主要直接能生的同类。那这边呢，就要特别加上一个同类，为什么呢？因为呢，我们在讲说，我们在之前讲根线前的时候呢，提到说它能够成为直射根线前能直射的主要直接能生呢，那这个是没有怀疑的，因为能够成为直射根线前，它能成为直射的主要直接能生呢，那这个除了就是射之外呢，就是眼根呢，就是除了这个五根里面的眼根呢，没有办法再放其他的东西。那所以呢，这里呢，为什么要加上一个直接能生的同类呢？就是提到说，异线前呢，它的直接能生呢，一定要跟它一样是同类，是要属于了知，是要属于心识的一种，所以呢，才会讲到说是直射异线前成为能直射的主要直接能生同类。那这个时候呢，除了异根之外呢，就没有办法放其他的。那在根线前呢，它不用放同类的缘故呢，是因为它们本身呢，就都是因为它的主要直接能生呢，就是除了就是五根之外呢，没有其他的东西可以放。像是你如果是直射的话呢，除了眼根之外呢，就没有其他的了。所以在这边呢，要特别讲到说直射的异线前呢，它能够成为直射的主要直接能生的同位呢，就是要去除掉眼根这一点，所以它才要加上同类，就表示要跟它一样是属于了知。那同样的呢，我们再看就是直射异线前呢，它的等无间缘呢是放什么呢？那我们之前呢在讲述直射根线前的等无间缘的时候呢，是提到说它能够令直射根线前成为领纳清明了知的主要直接能生的了知呢，那这个是放为直射根线前的等无间缘。那其实呢，我们只是把它的字稍微做替换之外呢，那其他都是一样的。所以异线前呢，它的直射异线前的等无间缘呢，就提到说它能够令直射异线前成为领纳清明了知的主要直接能生的了知呢，那这个呢是放为直射异线前的等无间缘。那如果我们去追溯的话呢，就会发现说，那什么东西才是能够让直射异线前成为领纳清明了知的直接能生的了知呢？那去寻找之后就会发现说，它是直射根线前的最后一刹那，它会成为就是直射异线前的等无间缘。那所以呢，我们稍微收摄一下呢，就是直射异线前它的三缘。那我们这边呢，就是提到说它的不共真上缘呢，是讲到说它能够使直射根线前成为
直射异线前，直射异线前成为能直射的主要直接能生的同类呢，那这个呢是直射异线前的不共真相元。那我们是放什么东西呢？就是放直射根线前的最后一刹那。那同样的呢，我们在讲述说直射异线前呢，它的等无间缘呢是讲到说能令直射异线前呢成为领纳清明了知的主要直接能生的了知呢，那同样的呢也是放直射根线前的最后一刹那。所以我们在这边就可以知道说呢，直射异线前呢，它的不共真相元还有它的等无间缘的二者呢是同义的。因为呢，我们从定义可以看得出来呢，就是从它的性相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它的直射异线前的不共真相元呢，是要使它能够成为直射的主要直接能生的同类。那直接能生呢，就比方说是它的直接因。那同样的呢，它的等无间缘呢，也提到说能够令直射异线前呢，成为领纳清明了知的主要直接能生的了知。那同样呢，它的等无间缘也是它的直接因。那我们去追溯说这个直接因是什么的时候呢，就可以发现说是直射根线前的最后一刹那呢，因为呢它本身就是一根，所以呢它会成为就是直射异线前的不共真相元以及直射异线前的等无间缘这两者。那这边呢，我们就提到说呢，就是在经论里面有讲到说，根线前和异线前这两者之间呢，就是产生的关系呢，然后提到说有三种的方式。那这三种呢，就是提到说根线前和异线前两者呢是交替的生产，那就是先有根线前，然后有产生异线前，要产生根线前的这种产生的方式。然后呢，还有一种是说呢，就是根线前和异线前呢，它两者呢是可以同时出生的。那这是第二种说法。那第三种说法呢，就是说为相续后继产生。为相续后继产生的意思呢，就提到说，就是在根线前呢，它的最后一刹那之后呢，就它的相续的最后一刹那之后呢，才会产生异线前。那以至中来说的话呢，至中是承许第三种，就是为相续后继产生的这种方式。所以从这边呢，就可以提到说，直射根线前的最后一刹那呢，它是直射异线前的不共真相元，也同样它是直射异线前的等无间缘。那就是说呢，根式和异式呢，它们两者之间的关系呢，那这个就是我们之后呢，就是课文里面之后也会提到，所以这边呢，我们就暂时呢不讲述。那这里呢就讲到说呢，虽然我们刚刚呢提到说，就是直射异线前呢，它的不共真相元还有它的等无间缘呢，都是放直射根线前的最后一刹那。但是呢，在贾朝杰大师呢，他所造的释量论的解释里面，就是明解脱道里面呢，他有提到说呢，就是直射异线前呢，它的不共真相元还有它的等无间缘二者呢是直一，但是繁体异。它的值呢是一样的，但是它的繁体呢是相异的。就是我们刚刚有讲到说呢，就是它无论是它的等无间缘也好，或者说它的不共真相缘也好呢，都是放直射根线前的最后一刹那。但是呢，这边为什么会讲到说直一，但是繁体是相异的呢？繁体异的主要的原因呢，就是提到说，贾朝杰大师呢是以作用来做分别的。虽然说呢，直射根线前的最后一刹那呢，它是直射异线前的等无间缘和不共真相缘，但是呢是要从作用来做分类，就是直射根线前最后一刹那呢，它能够成为直射异线前能直射的主要直接能生的这一分呢，是放为就是直射异线前的不共真相缘。那直射根线前最后一刹那呢，它能够令直射异线前成为领纳清明了知的直接能生的这个了知的这一分呢，是放直射异线前的等无间缘。所以呢，虽然说呢，所以就可以了知到说，直射的异线前它的等无间缘和不共真相缘呢，不是一，它不是一个，因为它是繁体相异的，所以它不是一。但是呢，我们在指是什么东西的时候呢，都只能指到直射根线前的最后一刹那，所以呢，是用从作用上面呢去做它的区分。
那虽然呢，这边呢是提到说呢，就是异线前呢，它的等无间元或者说它的不共真上元呢是放根线前，但是并不表示说所有的异线前呢，它的等无间元或者说它的进取音呢，都一定要是根支，不一定的。因为呢，无论是我们讲说它的等无间元，或者说它的不共真上元，或是它的进取音呢，如果是要是根支的话呢，那这个呢是在此处呢所讲的，就是此处所说的异线前，但并不是所有的异线前呢都要符合这个条件。就像我们之前所讲的，像他心通或者说六通的其中一通呢都是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前一刹那呢一定要是禅定。一定要是禅定的缘故。那我们知道说禅定呢，它并不会是根支，禅定它一定是属于意支。所以呢，我们可以知道说，并不是所有的异线前呢，在它的进取音，或者说它的不共真上元，或是等无间元呢，一定要是根支，这是不一定的。那我们在这里所讲到呢，就是异线前呢，它要紧接着根线前而产生的。那这个主要是出自于释量论里面有讲到，有提到说呢，就是异线前呢，它是紧随着根线前之后而产生。那这种情况呢，就是释量论所讲的这种情况呢，就是跟我们现在所讲到的此处所生的异线前呢是一样的，但并不是说所有的异线前呢，它都一定要紧跟着它的进取音或是它的等无间元一定要是根线前，并不是这个样子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讲说呢，就是刚刚所讲的呢，就是属于说此处所说的就是异线前，就是此处所说的异线前呢，比如说直射异线前来说的话呢，此处所说的直射异线前呢，那它一定是紧随的，就是直射根线前之后呢，才能够产生。那这边讲以后呢，那我们接下来就回复到就是课文，就是58页的倒数第2段的部分，就讲到说呢，此处所说异线前的产生方式呢，然后有3种主张，那就分为第一个就是交替产生，那第二个呢就是三者一同产生，那第三个呢就是为相续后继产生。那这边呢，我们先讲到说，就是此处所生的异线前呢，那我们以直射异线前来说的话呢，就是此处所说的直射异线前呢，就是指说在凡夫心绪里面的这个直射的异线前。那凡夫心绪里面的直射异线前呢，它是属于时边际刹那。那什么叫做时边际刹那呢？就是我们以一弹指的这个时间来说的话呢，我们把一弹指的时间呢分成65分。那这65分里面的其中1分就是弹指时间的里面的1/65的这个时间呢，就是非常非常短暂的这个时间呢，那我们的直射的异线前所产生的时间就这么一点点。那因为是只产生这么一点点的缘故呢，所以呢，它是凡夫呢所没有证得的，所以凡夫心绪里面的直射异线前呢，凡夫是完全没有办法证得到这个，因为它的时间实在是太短了，凡夫根本就没有心识可以去证得它，所以凡夫心绪里面的直射异线前呢，是唯有圣者才能够证得的，因为凡夫他没有办法证得这么短时间之内呢所产生的这种心绪，这种了知。所以呢，就讲到说直射异线前呢，就此处所说的直射异线前，那它呢是属于时边际刹那。时边际刹那就是一弹指呢，把它分为65分里面的其中1分，就是1/65的时间，弹指的1/65的这个时间呢，它是时边际刹那，所以呢，凡夫是无法证得的。我们在了解到说呢，就是直射异线前它是时边际刹那之后呢，那我们接下来呢再回到正文的部分，就提到说呢，异线前它产生的方式呢有3种。那第一个呢提到说交替产生，那第二个呢就是三者一同产生，那第三个呢是为相续后继产生。那虽然说这边呢讲到3种，那其实还有第4种主张，就是第4种主张呢，就是我们先不要看这3种，我们先提第4种主张。第4种主张它是提到说呢，就是先产生了就是根线前的第一刹那，但是从根线前的第2刹那开始呢，它都是异线前，就是
直射根线前它只有第一刹那是根线前之外，那直射根线前的第二刹那开始呢，都是属于直射异线前。那这是第4种的一种主张。那我们如果说看到课文里面呢，就是交替生产、三者一同生产，还有微相续后继产生呢，那前2者呢是属于他中的程序。那至中呢是程序最后一个，就是微相续后继产生。所以同样呢，刚刚讲的说第4种主张呢，就是直射根线前呢，只有第一刹那是根线前，直射根线前第二刹那开始呢，它都是异线前的这种主张呢，也同样是属于他中的主张。那我们先呢来看第一个，那就是交替产生呢，这边讲到说呢，初者主张就是产生第一刹那直射根线前之后呢，产生第一刹那的直射异线前，然后其后呢又产生第二刹那的直射根线前，然后再产生第二刹那的直射异线前。那所谓交替的意思呢，就是它是轮流的。就比如说我们在讲说修禅定的时候呢，也会讲到说，就是这种交替的这种修禅定的方式，就是一开始呢，先观修无漏禅定，然后观修无漏禅定之后呢，再观修有漏禅定，然后再观修无漏禅定，再有漏禅定，有这种交替的这种修法，就是观修禅定有这种交替的修法。那所以同样的呢，这种所谓的交替产生呢，就是轮流产生的呢，就是提到说，直射根线前的第一刹那呢，先升起。然后呢，在直射根线前的第二刹那的中间呢，会产生直射异线前的第一刹那，所以就是直射根线前第一刹那，然后直射异线前第一刹那，然后直射根线前第二刹那，然后直射异线前第二刹那，然后直射根线前第三刹那，就是以此类推，就是它是轮流呢产生的。那这个是第一种的主张方式。所以呢，一般我们会讲说交替生产的时候呢，都是讲修，就是刚刚讲的，但是我们在修禅定的时候呢，就会讲到说，就是我们在升起正禅的时候呢，一开始就是先修就是无漏的正禅，然后无漏正禅升起之后呢，再升起一个有漏的正禅，然后再升起一个无漏的正禅。所以呢，就是在2个无漏的之间呢，会穿插一个有漏的这个禅定在里面。所以同样的呢，它就是轮流，就是一个起来之后呢，换一个，然后。所以这边讲到说交替生产呢，就是像刚刚所讲的，第一刹那呢是直射的根线前，那直射根线前升起来，它在升起直射根线前的第二刹那之间呢，就会插入一个直射的异线前，所以呢，就是根线前跟根线前的之间呢，彼此插入一个异线前的这种方式呢，就是所谓的交替生产或是轮流生产。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第二种呢，第二种所讲生呢，就提到说三者一同产生。那什么叫做三者一同产生呢？那我们现在呢就讲说呢，比如说呢，第一刹那的时候呢，就是只有直射根线前的第一刹那。那这个时候呢，除了根线前之外呢，没有其他的义支或是其他的了知产生。第一刹那呢，就只有直射的根线前。但是在直射根线前第二刹那升起的同时呢，它产生了直射异线前的第一刹那。因为呢，我们刚刚有讲到，就是直射异线前呢，它是要它的等无间缘，或者说呢，它的不共真相缘呢，是要是根线前的缘故。所以呢，在同时，直射根线前第一刹那的同时呢，是没有办法产生直射异线前的。所以在直射根线前的第二刹那的同时呢，才能够产生一个直射异线前的第一刹那。那这时候已经产生2者了。那第三者是什么呢？第三者呢，就是能够领纳，就是直射根线前第二刹那跟直射异线前第一刹那的这个智胜分呢，它也是同时的产生。所以呢，这边讲到三者同时产生的时候呢，并不是在直射根线前第一刹那的时候，因为在第一刹那的时间呢，它是唯有根线前之外呢，它没有其他的了知存在。但是在第二刹那之后呢，就是直射根线前第一刹那之后产生直射根线前第二刹那的同时呢，它产生了直射异线前的第一刹那，以及能够领受直射根线前第二刹那和直射异线前第一刹那的这个质证分，所以三者呢是同时产生的。那直射根线前的第二刹那跟直射异线前的第一刹那呢，它是属于就是领纳外境的了知。那直射
领纳这两者的自证分呢，它是属于就是缘内的。缘内的意思呢，就是表示它所缘的并不是外境，它所缘的呢是了知，所以提到说是缘内。然后前两者呢是属于缘外。那第三者呢，就是这里所提到的至中，就是讲到说呢，就是为相续后继产生。那什么叫做相续后继呢？就是直射异现前呢，它唯有在直射跟现前的相续后继，就是最后一刹那之后呢，才会产生，所以叫做为相续后继产生。就是提到它是为直射跟现前它相续的最后一刹那之后呢，才会产生。那这个呢，也是至中的主张。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照着课文呢，就是往下看下去，因为我们刚刚已经稍微解释过之后呢，那接下来大家再看这边所课本里面所讲述的文字的话呢，会比较容易了解。那所以呢，我们这边就看到58页，就是倒数第3段的课文呢，讲到说，此处所说异现前的产生方式有3种主张，交替产生，三者一同产生，为相续后继产生。其中初者主张，就是产生第一刹那的直射跟现前之后呢，然后才产生了第一刹那的直射的异现前。因为呢，直射的异现前，我们刚刚就已经讲到说，它是不可能跟现前同一存在的，所以一定是在直射跟现前产生之后呢，才会接着产生直射的异现前的第一刹那，然后在产生第一刹那的直射异现前之后呢，才产生第二刹那的直射跟现前等等，亦及于各个刹那跟现前之间各有产生一刹那的异现前。所以就是像我们刚刚所解释到的，就是在直射跟现前的第一刹那跟直射跟现前的第二刹那之间呢，它会产生一个直射异现前的第一刹那。那在直射跟现前的第二刹那跟直射跟现前的第三刹那之间呢，会产生一个直射异现前的第二刹那。那直射跟现前的第三刹那跟直射跟现前的第四刹那之间呢，它的中间呢会产生一个直射异现前的第三刹那，所以呢就是以此类推，那就是这里所讲的交替产生。那接下来呢就提到第二种呢，就是三者一同产生。那这里呢就看到58页的最后一行，就提到说，二者主张第二刹那直射跟现前，第一刹那直射异现前，即领纳前述二者的自证现前，使三者同时产生。那就是像我们刚刚所解释的，就是在这个时候呢，就是直射跟现前的第一刹那呢已经产生了，但是在直射跟现前第一刹那的时候呢，是没有办法产生直射异现前的，所以呢，在直射跟现前的第二刹那的时候呢，它同时产生了直射跟现前的第二刹那，还有直射异现前的第一刹那，以及呢领纳就是直射跟现前的第二刹那和直射异现前第一刹那的这个自证分呢，这三者呢是同时产生的。那这里就讲到说，为什么呢？这里会有一个自证分呢？我们就先来讲说呢，就是我们会讲说色呢为什么是存在的呢？色存在的缘故呢，就是因为有个能够领纳色的了知存在的缘故。那能够领纳色的了知是什么呢？就是直色的眼知，就是透由直色的眼知呢，它领纳色之后呢，所以我们可以承许说呢，色是存在的。那所以同样的呢，要如何成立说直色的眼知它是存在的呢？所以就要有一个能够领纳直色眼知的自证分的了知，领纳直色眼知的了知是要存在的。那领纳直色眼知的这个了知呢，就是所谓的自证分，就是所有的心法呢，它一定要有一个能够领纳它、能够证的它的一个自证分的存在。所以呢，这里就提到说呢，所以在直色跟现前的第二刹那的时候呢，同时产生了直色异现前的第一刹那，以及能够领纳这两者的自证分，那这三者呢是同时产生的。那所以呢，这边就提到说呢，简言之，往外见之二者与往内见之一者，此三者同时产生。那什么叫做往外见与往内见呢？那这边讲到的往外的意思呢，外跟内的意思呢，就是提到说它的境，就是这个所知呢，它的境呢，如果是这个了知呢，它的境呢，如果是非心绪所摄的话呢，那就是往外见的意思。就如果它的境，比如说像是摄法等等呢，就是
非心绪所摄的话呢，那就是往外见。那往内见的意思呢，就表示说它的这个所缘，或者说它的境呢，它的对境呢，是心绪所摄的话呢，就是往内见。所以提到说呢，就是直摄根现前的第二刹那，还有直摄意现前的第一刹那呢，它是往外见的两者。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境呢是非心绪所摄，因为它的境呢是属于外摄法，所以呢是非心绪所摄。那往内见之一者，就提到说是自证分。因为呢，它的外境呢，不是它的外境，因为自证分呢，它的境呢，或者说它的所缘呢，是为心绪所摄，就是第一刹那的直摄意现前，还有第二刹那的直摄根现前，所以是往内见之一者。那这三者呢是同时产生的，所以第二者的主张呢就提到说是三者一同产生。那在这边呢，有一点就是要注意的呢，虽然说这里讲到说是三者一同产生呢，但是大家不要误会到说就是直摄意现前的第一刹那它的自证分，还有直摄根现前第二刹那的自证分呢，这两个是同一个，并不是这个样子的。因为呢，根现前跟意现前呢，一个是根支，一个是意支，它的自证分呢不太可能会是同一个自证分。所以呢，这边只是说它同时产生了自证分之外呢，并不是说直摄根现前的第二刹那，还有直摄意现前的第一刹那的自证分呢，这两者是同一个，就是他们有同一个自证分去领纳到他们，并不是这个样子的，而是只是讲述到说呢，就是除了根现前还有意现前之外呢，那还有第三个就是自证分会产生，并不是说这两者的自证分呢是同一个，就是这边呢是大家要区分清楚的地方。那所以呢，我们这边呢就要了解到说呢，这里所讲的三者一同产生呢，是说有三种不同种类的心事呢，就是一同产生，就是这三种呢，就是分为根支，然后意支，还有自证分这三种不同种类的了知呢，就是以种类来分的话呢，是三者没有错。但是呢，就是这边呢，就是如果光以了知有几个了知产生的话呢，那就讲到说有4个了知，就是提到说呢，有第二刹那的直摄根现前，还有能够领纳第二刹那直摄根现前的自证分，那以及说第一刹那的直摄意现前，还有能够领纳第一刹那直摄意现前的自证分，所以应该是有2种不同的自证分，所以照理说呢，这边应该是有4种了知呢同时产生，但是以种类来说的话呢，是3种同时产生。那虽然是这个样子，但是光以就是课文来说的话呢，因为它是提到说，第二刹那直摄根现前，第一刹那直摄意现前，及领纳前述2者的自证现前，所以课文看起来呢，好像是这2者的自证现前好像是同一个，看起来好像是这个样子。但是如果说是这样子讲的话呢，应该会有过失，因为如果说根现前跟意现前呢，这2种不同种类呢，它如果是同时产生，那它会有产生同一个自证现前的话呢，同一个自证分的话呢，那就会有什么样的过失呢？那之后就会产生，那像是分别心和无分别了知这2者呢，就是分别了知和无分别了知这2种呢，也可以产生同一个自证现前，就会产生如是的过失。那总而言之呢，就是关于这个问题呢，就是大家之后呢可以再去讨论，然后再去观察看看。但是呢，还是比较偏向是说，就是以3种种类来说，而不是说产生几种了知。因为如果说是产生几种了知来说的话呢，那这样子应该也不合理。因为除了就是第二刹那的直摄根现前，还有第一刹那的直摄意现前，还有说领纳前述2者的自证现前，那不管说这个自证现前呢是1，还是说他们有各个的自证现前，那这个自证现前呢，就是要成立它存在的话呢，那这个自证现前也要有一个能够领受它的自证分存在，所以照理说呢，应该会有5种的了知存在，因为不管怎么说呢，自证分呢，它也要有一个能够了知它的自证分的存在，所以呢，光以
了知的有几个了知来分类的话呢，应该是比较不合理的。所以照理说呢，应该是用种类来分呢，会比较合理。那总而言之呢，就是这个问题大家可以再讨论看看。那我们今天呢就先上到这边。